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常常听人讲学台语，万底深溪，亲像海无底，天无边，都爱豆豆念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就读做 K 科 A K 第一条，毛人读做 K。K 的意思就是山谷、溪谷。另外，这里文音读做坑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咸溪，意思就是咸井窟啦，是为着要掠野兽骨的溪，嘛当讲是要害人的假模。第二个词读做万丈深溪，字面意思是讲有1万丈这么深的山谷，代表足深足深，嘛当讲是永远拢无法度到的境界。咱讲功夫万丈深溪，学问万丈深溪，嘛当讲是万底深溪。无底深溪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为了要研究乌熊，研究人员特别做这个咸溪，也毋过做咸溪袂当去伤到动物，功夫会当讲是万丈深溪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 K， 毛人读做 K， 这是读白音。另外文音读做 K， 提供予大家参考。